这个业吼。啊，因为呢，咱这个做单经，啊，咱我清楚吼，啊，拄啊，譬如迄个嘿吼，啊，咱蔡经理，我来，我相信咱蔡经理啊吼，对六祖坛经也是蛮熟的，嘛是磨了真熟。啊，伊只要就像我若出国吼，啊，我若有去对吼，咱就跟住我讲安尼。啊，我想讲吼，若上山你讲我较放的吼，啊，无互伊讲吼，啊，伊永远就是会进步。啊，若向要较放的，惊讲吼，伊迄座当中若有一个大病，啊，心在哪恢复了吼，心可能较残忍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咱学校这个当中吼。啊，非常合适。不过呢，你若做单经到咱了第七品来啊，吼，第七品来，其实拢离开文言讲形象，因为这是讲到真理，啊嘛讲到空有不离的道理。如果咱若真正搞迄空有不离的道理，大乘法义若无法度急，色空不离无法度了解，其实你看起来已经发得很模糊。因为这是大乘法，这唔是中乘法，这嘛唔小乘法。哦，这是大乘，啊，大乘是讲啊，大乘是讲实相，含实相嘛就爱无相。哦，实相嘛就爱讲啊无相的，啊无相佫有一个无不相，无不相就所有的物件拢对迄个实相造出来。哦，实相不能无相。迄个实相，迄个无相，一切拢伫迄个无相造出来。哦，那来讲啊，哦，迄个真空当咧生妙有，啊妙有当归真空，这个道理就是安尼讲。啊，你若讲六祖单经后壁这个物件，拢是讲这个物件，因为拢是过去这开悟的一个法师，因为过去无有来到六祖规定这个所在的正道。所以呢，因为因此因这边人，应该离佛法上的讲起来，嘛拢真正有清验。但是因为家己，啊，若无有一个法师甲因证道的，伊家己的，哦，啊，都咱来讲讲，啊，都家己啊怪怪安尼对啦吼，哦，所以呢，因此当中呢，因为这边人，哦，来互人做啊证一个道，啊，因为证一个道，哦，两挂话尔。人就已经拢开悟去，啊！因为开悟去，毋是讲伊来听人开悟，其实若无真正都有开悟，伊是你来讲，我讲安尼甲你讲安尼讲唔合，啊你讲安尼甲我讲安尼甲唔合，甲有对机啊安尼啊，啊若有对机，就你会有事，我会有事啊，啊若无对机，咱六祖面就来开始，吼，就安尼，所以这个语言的当中拢无解释。那因为这段。有沙门者有3000位义，啊，但事实应该这段经，迄个我会其实伫迄个我经段应该就讲过吼，啊，但是大家都迄个复习一下好啦吼，啊，我讲一句，安尼大家做下咧，书法有沙门者，无沙门者，有3000位义，有3000位义。8万4行，大德自何方而来？大德自何方而来？成大我慢，成大我慢，格物，生死事大，生死事大，无常信属，无常信属，事物，何不贴出无生？何不贴出无生？了无所惑，了无所惑，还贴出无生。嘿，这无生，了本无属，事物，如是，如是，显觉风故归于礼拜，显觉风故归于礼拜，诸如各时。这两位吼，伫这当中呢，事物就是讲咱六祖规定，因为显清，哦，这个啊。这个哦，永嘉大师啊，吼啊，这个显觉
即个上师吼，啊去互咱建设，啊带来记咱六祖归零啦吼。啊，所以当中呢，因为即个伊头前迄段话，咱已经大约拢有讲过啦吼。即马伊咧到的时阵啊，即个六祖归零的即个所在处啦吼，即个东侧来参与六祖，但是显测咧到第时阵呢，毋是显测啦，应该即个显格来故事的当中呢，伊也是设定，啊设定就是讲，伊即个修教内底当中啊行三日，拄啊定一个迄个设定啦，拄啊徛伫遐啦吼，安尼啦，伊即头前是安尼啦，但是个时阵呢，即个六祖就甲讲啦，书法，即个书法就是讲六祖归零，就对显格就开始咧甲迄个形容啦。乌沙门者，乌沙门的意思讲，咱身为修学道，咱身为佛教的弟子，咱身为佛门的弟子啦吼，应该叫做乌沙门者吼。就是讲，咱由佛的门下内底啦，咱本来就具备3000个威仪，8万个誓言。3000威仪是阮伫佛教修内底当中的，即个3000威仪叫做小乘阿罗汉，加即个因格菩萨因咧修的即个3000个威仪，甲你讲3000个礼仪就对啦吼。但是8万个誓言呢，就讲你修大乘法，你咧进入大乘法的意境内底当中，你要有具备着8万个誓言。即个细波的作用啊，对啦。伊咱嘛知影讲，佛教修内底当中，你若要按照伊个规矩来修啦，啥物有迄个八关斋戒啦，有啥物戒啦，有啥物戒啦，一大堆。迄其实若真正以佛教修当时的规矩啦，查某人